親愛嘅觀眾，喺呢度你將會見到主角進入鏡頭，做一連串動作。主角將會放下相機，主角講電話，兩位主角將會交談，主角終於見到佢哋嘅朋友，然後主角推鐵車，主角練跑，搬運，失戀，返屋企。主角終於等到同情人見面嘅一刻，然後主角將會被攝入鏡頭之內。喺呢度，每一個人都係主角。呢度係我哋嘅社區，而你唔只係觀眾。